新界東一共有19張名單爭9個議席。我哋今集嘅政黨專訪會睇下社民連嘅梁國雄喺呢一區非常之受歡迎，要攞1個位並唔難。不過佢黨入邊其餘3個黨友要爭取立法會嘅入場券難度就非常之高，就要睇下佢哋點樣頂住建制派嘅攻勢啦。社民連唯一議員梁國雄單人匹馬喺新界東爭取連任，勁敵除咗有民建聯2張名單夾擊，仲有工聯會葉偉明，民主黨就有3張名單，公民黨有湯家驊，自由黨田北俊再選。論往績，長毛上屆高票當選，得票嘅總數只係輸俾頭位嘅民建聯名單。而選舉之前民調支持率一直高企，不過社民連就唔敢放鬆。毫無疑問呢，長毛一定係共產黨喺新界東裏邊咧即係打得最犀利嗰個，就會喺度放風啦，話佢夠票啦，唔使佢贏噶啦，佢夠票贏啊，佢搞掂噶啦咁。而喺黨內另一個較有人氣嘅參選人就係近日登上釣魚島嘅曾建成，硬熬空降新界西，喺呢一區16張參選名單有一半都係打住泛民嘅旗幟。黃浩銘估計公民黨以升級候選人余若薇壓陣，會吸走泛民支持者唔少票。我哋自己喺成個新界西裏邊係冇乜邊幾個議員係可以好似阿牛咁樣咁基層。咁所以我哋希望就係喺即係天水圍、屯門、元朗一帶，即係我哋成日講話悲情城市、比較貧窮嘅地方，嗰啲係基層嘅市民，即係去揀一個係屬於佢哋自己嘅代表。而另一個有機會突圍嘅選區係九龍東，由喺觀塘區扎根多年嘅陶君行領軍，不過要爭第5席，要面對泛民同埋建制派嘅夾擊。喺新一屆嘅立法會選舉，各大陣營都要爭選票。社民連就話定位非常之清晰，就係要追擊建制派。建制派係選前派你1粒糖，選後咧就搶咗你間廠。呢一個就係佢係俾一啲少少嘅甜頭你，俾個月餅你。但係喺入立法會嘅時候咧，佢投票投嗰啲議案咧，全部冚唪唥都係背叛我哋嘅。我哋係希望可以透過攻擊建制派，等香港嘅市民喺嗰個選舉論壇裏邊見到，真係呢班咁嘅保皇黨建制派係幾咁無恥。黃浩銘話：由於主流民主派難以喺議會發揮作用，社民連只好選擇走激進路線。佢強調抗爭嘅同時，亦都願意同政府甚至係中央溝通，不過就需要公開會面，接受公眾監察。香港寬頻電視記者何容生報道。